喺呢座充滿活力嘅國際大都會中，藝術如同呢座城市嘅靈魂，而蔡祖光正係滋養呢個靈魂嘅重要畫家之一。蔡祖光，一位喺香港藝壇佔有重要地位嘅資深畫家，佢嘅藝術之路係一段充滿激情與思考嘅旅程。我嘅每一筆每一物都係我生活嘅延續。蔡祖光 Anatta 別名無我，係一位備受矚目嘅本地藝術創作家。1957年生於中國，自細就喜愛畫畫。1966年隨家人遷居香港，開啟咗佢豐富多彩嘅藝術生涯。蔡祖光嘅藝術歷程獨特而引人入勝。我細個時候咧就係用啲鉛筆啦同埋炭啦喺個牆上畫畫嘅。咁咧就當我畫緊啲線條啊或者係物象嘅時候咧，但係我感覺上咧係有啲色彩嘅出現。嗰種色彩咧喺嗰個線條之間係交錯嘅，同埋演繹出嚟嘅。嗰個感覺咧我係覺得係好開心，因為佢啲顏色咧係好幻象嘅。咁但係為咗生活啦，所以係往往係身不由己。喺1980年至到2001年期間，佢喺製造業領域深耕，積累咗豐富嘅社會經驗同埋人生閱歷。呢一段經歷為佢日後嘅藝術創作提供咗獨特嘅視覺同埋深刻嘅洞察力。懷住對藝術嘅熱忱，蔡祖光再次回到呢片屬於自己嘅地方。呢個階段嘅創作專注於油畫同埋水墨畫。佢嘅作品融合咗東西方藝術元素，展現出獨特嘅美學風格同深邃嘅藝術理念。2003年參與路過牛棚聯展、特首畫展；2004年參與維港聯展、輕裝上路聯展、香港及重慶色到牛棚聯展；2005年參與五官五感聯展、歌德書院，並於同年作品入選香港藝術雙年展。入選香港藝術雙年展，令我睇到咗藝術更廣闊嘅世界，同時令我重新思考乜嘢係屬於我嘅藝術意義。呢個問題引領蔡祖光走向咗無我嘅藝術探索。喺佢嘅畫作中，默韻與感覺交織，呈現出獨特嘅藝術風格。2006年，我終於揾到我自己嘅藝術意義。2006年，蔡祖光喺香港中區大會堂舉辦咗佢嘅首次個人展覽《空間轉移意象》。呢次展覽唔單止展示咗佢嘅藝術成就，更標誌住佢藝術理念嘅成熟。藝術不僅係視覺嘅呈現，而係對生命、對宇宙嘅思考。藝術創作再唔係一個視覺，而係可以從四方八面同埋多角度去體會嘅。之後，蔡祖光開始咗更多元化嘅藝術探索。佢嘗試將唔同嘅藝術元素融合，同時亦都涉足新媒體同實驗藝術。藝術創作係孤獨嘅，喺孤獨嘅世界沉溺落嚟咧，我或者會跟靈界嘅世界咧接觸上。我會將我感受到嘅某些影像或者係光譜，係用我嘅畫筆咧係記錄落嚟。作為一位成熟嘅藝術家，蔡祖光依然保持住對藝術嘅熱情同埋探索精神。佢嘅藝術創作唔單止豐富咗香港嘅文化藝術景觀，亦都為現代藝術嘅發展貢獻咗獨特嘅視覺同價值。
藝術創作係無止境嘅，每一日我都喺度嘗試同埋成長。從早期嘅巨匠到後來嘅抽象，從傳統水墨到跨媒介實驗，蔡祖光嘅藝術歷程見證咗香港藝術嘅發展，亦都展現咗一位藝術家嘅成長與蛻變。我希望可以通過我嘅作品，能夠觸動人心，引發思考。藝術應該係一座橋樑，接連人與人，接連過去同埋未來。喺呢座永不停息嘅城市入邊，蔡祖光用佢嘅畫筆繼續譜寫住屬於佢嘅藝術篇章，亦都為香港嘅藝術發展增添咗濃墨重彩嘅一筆。藝術係我嘅生命，而生命就係最美嘅藝術。